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細個嗰陣啊，跟大人去飲茶嘅時候，除咗食蝦餃燒賣之外，點樣打發時間嘅呢？嗱，大人咧多數係睇報紙嘅，細蚊仔1蚊可以買本公仔書啊，我最中意噶啦。不過好似啲家姐啊、阿媽啊，又唔係特別中意睇公仔書嘅話，佢哋可以睇啲咩呢？答案咧就係我手上呢啲電視雜誌啦。嗱，一提起呢啲電視雜誌咧，其實喺嗰個年代係未有 Facebook 啊、IG 啊、互聯網等等追星啊、娛樂啊，想睇下今晚做啲咩電視節目咧，就係靠呢啲書噶啦。咁唔好睇少呢啲書本喎。呢啲雜誌咧，其實除咗係提供娛樂之外咧，仲有一啲嘅社交功能噶喎。至於有啲咩功能咧，我哋慢慢講。嗱，不過喺頭先咁多本裏面咧，我特登咧就揀咗呢一本金電視。點解要揀呢一本呢？因為喺70、80年代當中咧，我就覺得佢係芸芸咁多本電視娛樂雜誌裏面最平最抵啊！因為咧呢本書係1975年開始創刊，喺80年代之前咧，我記得係5毫子，去到81年之後咧，其實都有一段長時間啊係1蚊嘅啫。咁而當時一啲嘅香港電視啊，或者亞洲電視啊、玉郎電視、大眾電視咧，都已經係個半2蚊嘅時候，佢仍然咧用呢一種咧，真係我哋可以講叫佛心價咧，去推出呢啲電視嘅雜誌。咁加上咧呢本雜誌同頭先我所講嘅，譬如香港電視啊、亞洲電視啊，佢哋係有電視台嘅背景咧做底，所以嗰啲嘅電視雜誌咧，大部分都係介紹佢哋本台嘅節目。咁而金電視有個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因為佢唔從屬於任何嘅電視台，所以佢咧其實係比較自由，介紹乜嘢電視台啊、電影咧都係 OK 嘅。嗱，呢本書特別嘅地方咧，首先咧比較下香港電視一個封面啦，但係佢係2個封面嘅喎。咁而到底裡面有啲咩睇咧？我哋即刻睇睇。哇！第一頁咧係啱啱初出道嘅翁美玲同埋黃造時。咁記者就寫到啦：如以選美評判身份，你會給黃造時抑或翁美玲冠軍？對我嚟講，我都覺得好難揀，因為2個我都見過，真係好靚。咁而我覺得睇呢啲嘅相片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睇下嗰啲小編啊，嗰啲即係記者點樣寫。其實我有陣時覺得咧，佢哋看圖作文咧都幾有趣喎。就係啱啱開始紅嘅劉德華，你知唔知寫咩啊？他所受的高帽似乎已超過鼓勵程度，反險些蓋住了他的眼睛。哇！佢又作到咧，好似有啲言外之音嘅意思喎。咁而另外咧，迪寶拿摩啊，他太熱心拍照了，以致令自己犯了另一種曝光過度之忌。哇！寫起上嚟都有啲骨㗎喎。咁當然啦，一本呢啲嘅電視雜誌咧，其實真係有好多功能嘅。喺嗰個年代咧，冇閃卡啦，冇明星卡啦。咁買一本咁嘅雜誌咧，其實係幾抵睇嘅。首先睇完咗之後，好多啲迷哥迷姐咧就會剪咗佢哋自己中意嘅藝員啲相落嚟，貼落去第二本簿度啦，我嚟儲埋啦，當明星照啦。即係明星剪貼簿，我記得我家姐都有本剪貼簿嘅，佢係最中意陳美玲，所以咧睇親啲咩電視雜誌咧，見到陳美玲就會剪落嚟啦。咁而另外咧一本雜誌，我唔知大家有冇玩啊，我就有玩過啦，就係將咧嗰啲電視藝員啊、明星咧，有陣時睇完啦都冇乜用噶啦，走去同佢整容啦，畫下鬍鬚啊，畫下墨啊，或者係將佢嘅男人變女人啊、女人變男人等等。咁啊題外話。我記得我家姐咧就最中意咧做呢一樣嘢。有一次咧，佢啊俾人大整蠱喎。某一次咧，佢放學翻屋企，咁啊如常揭開佢最中意嗰本陳美玲嘅剪貼簿啦。哇！發現咧頭3頁陳美玲嘅大特寫全部俾人加晒啲鬍鬚根啊，又畫咗啲刀疤啊咁樣樣啦。哇！咁啊喊到飛起啦。跟住後來你知唔知係邊個做啊？阿爸就斯斯然走出嚟就話。我同你開下玩笑啫嘛。平時我見你畫嗰啲雜誌畫得咁開心，我咪同你玩下咯。喂，諗翻上嚟咧，呢種嘅玩笑開得幾過分嘅。你明知個女
咁中意陳美齡，你有乜理由啊將佢嗰本剪貼簿啊？最慘就係佢用嗰啲原子筆咧，吉，真係篤到咧，就算你擦走咗佢嗰啲窿咧，都留下咗好多啲印喺度。咁啊，所以呢一個咧就真係我到依家都仲好記得。譬如呢一期咧，就走去探訪阿湯鎮業嘅屋企。咁咧呢一個叫做敲敲門專訪明星之家。咁啊見到咧，原來湯鎮業當時咧就同佢哥哥咧就喺廣播道租咗個500尺嘅單位。咁啊影咗佢嘅相啦，即係到底佢係點設計咧？好中意紅色火辣辣嘅。哇！嗱呢度有一張相咧，我又幾奇怪喎。湯鎮業佢嗰啲佈置都幾前衛喎。呢樣係咩嚟㗎？嗱，睇呢啲書咧，除咗睇明星啊、睇下電視節目表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其他嘅資訊嘅喎。譬如當時咧，啲人好喜歡咧，即係教人點樣睇相。咁呢一期咧就叫做如何看人的五官，教人睇耳喎。咁當中咧就以劉德華個相咧就嚟去做一個例子。咁佢就話啦：我評過劉德華嘅相，指佢由於耳相生得好，厚大而有垂珠，色澤鮮調，輪廓分明，所以劉德華能夠一片成名，少年顯達，且主一世幸運。哇，都幾準喎！咁啊，當然啦。睇呢啲嘅雜誌咧，其實大家咧好喜歡咧知道自己嗰個禮拜嘅星座運程。咁而呢啲嘅雜誌通常咧都會將星座運程同埋藝員嗰個嘅星座咧都標埋出嚟，令到大家咧有啲嘅歸屬感。譬如陳百強咧，佢係處女座嚟嘅。晚上的約會令你精神或體力均感到疲勞，所以你要盡早回家，小心火傷和外傷。都係啲咧，真係阿媽係女人嘅勸告。另外咧，睇呢啲書，你會發現咧，佢個內容咧都幾豐富喎。以前咧未有卡拉 OK 嘅年代，咁啊想唱首歌嘅話，唯有自己彈下吉他啦。咁但係又冇歌詞，又冇呢一個 chord，又冇個曲調，咁點搞咧？咁好似金電視咁咧，就會喺呢兩頁裏面咧，就將當時最流行嘅電視劇嘅主題曲嘅歌詞啦兼曲譜咧登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咧攞起上嚟，喂，同班朋友一齊 jam 歌啊都容易啲啦。其實佢裏面咧亦都有一啲嘅信箱啊，就方便啲讀者咧寄過去反映下佢對於某一啲嘅電視節目嘅意見啊，或者係佢想攞一啲邊一個嘅藝人嘅簽名啊等等。因為當時係冇互聯網噶嘛。咁就係靠呢一啲嘅雜誌咧，就可以幫佢咧，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咁當然啦，一本書咧，因為就咁揭下揭下，好快揭晒噶嘛。佢一定會有一兩頁咧，係一啲中短篇嘅小説，甚至咧有陣時有啲愛情信箱，以及係一啲性知識嘅信箱。咁務求咧睇嘅過程裏面咧，乜嘢都包羅萬有嚇，有娛樂啦，有資訊啦，咁真係1蚊。其實真係好抵喎。而另一樣咧，呢本雜誌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有陣時咧有一啲嘅筆友緣地嘅，譬如徵友啊，譬如我係香港嘅，想認識啊，位於馬來西亞嘅朋友啊，咁可以透過咧喺呢啲嘅信箱裏面咧寫自己嘅興趣啊，中意邊個明星啊，邊一套電影啊，大家可以喺隔空有個 matching。嗱，對於今日咧揸住手機搖兩搖就可以喺側邊咧隨時識到朋友嘅後生仔嚟講咧，呢一種隔住遠方透過書信去寫筆記咧，似乎好似係天方夜譚。但係曾幾何時咧，筆友咧都係一種幾浪漫嘅友誼嚟嘅。咁啊，所以咧你真係唔好睇少咧一本電視嘅雜誌，除咗提供娛樂之外咧，其實亦都係一個上個世紀嘅社交媒體。咁其實除咗咧演藝啊，或者係電視啊、電影嘅介紹之外咧，另外就仲有一啲關於美容啊、fashion 啊。咁所以咧睇翻呢啲咁樣嘅細細本嘅書，唔好以為即係咁簡單，淨係睇電視喎。其實咧佢都可以反映到當年啊社會嘅精神面貌啦，啲後生仔女中意啲乜嘢嘢啦，以及咧喺冇手機、冇互聯網嘅時代睇一本書咧，可以令到你咧多啲知識，同人哋溝通嘅時候多啲偈傾啊嘛。嗱，其實今日咧要揾翻呢啲書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因為當年咧呢啲書
係有期限㗎嘛，睇完就會劈㗎啦。剩翻落嚟咧，如果今日要儲翻嘅話，首先第一困難，第二咧要揾翻咧，我諗都唔平。唔知你屋企仲有冇留到其中嘅一半咧？